主后2023年9月初3，撒利教会主日礼拜。大圣，咱来听读圣经《撒母耳记》下卷第9章1节到13节。大卫问讲：扫罗的家还有甚物人留地？我要因为约拿单的缘故，好款待伊。扫罗的家有一个仆人叫做西巴，人叫伊去大卫遐，王就问伊：你是西巴是无？伊应讲：你的仆人就是。王讲：扫罗的家还有剩几个人？我通将上帝的恩赐予伊。西巴对王讲：约拿单还有一个囝，伊的双骹拢歹。王问伊：伊伫倒位？西巴应王讲：伊伫罗底巴，住伫阿米利的囝马吉因兜。大卫王就派人去马吉因兜，甲带来。扫罗的孙约拿单的囝米非波设来见大卫，拍落去拜伊。大卫讲：米非波设，伊应讲：你的仆人伫遮。大卫讲：毋免惊，我一定要因为你的老爸约拿单的缘故，好款待你，将你阿公扫罗的残垣拢还你，嘛要互你常常甲我做伙食。米非波设搁拍地拜伊，讲：你的仆人算甚物？我不过亲像一只死狗，你竟然安尼照顾我。王叫扫罗的仆人西巴来，甲伊讲：我已经将扫罗甲伊家族所有的财产，拢互你的主人的孙。你甲你的囝、你的仆人，着甲伊种作，带残垣所出产的，互你的主人的孙有物通食。你主人的孙米波设会常常甲我做伙食。西巴有15个囝，20个仆人。西巴对王讲：我会主我的王吩咐的，你的仆人拢会照安尼做。所以米非波设就甲王做伙食，亲像王的囝共款。米非波设有一个细汉囝，叫做米迦。西巴因兜所有的人，拢做米非波设的仆人。米非波设两骹拢歹，住伫耶路撒冷，常常甲王做伙食。留言兄弟大家平安。咱台湾古早有俗语讲：人情世事缀甲到，无碗嘛无灶。意思就是讲，人若逐款红白帖仔拢要缀啊到，可能无咧考虑到家己的经济能力，减菜连生活都会产生困难。当然，亲情朋友三不顶，有的会当深交，有的浅交，有的看款，凡说爱离较远的，较妥当。今仔日咱咧读的圣经的范围是《撒母耳下卷》第9章到第10章，伫遮在讲大卫王安怎照顾甲经营伊甲朋友的关系。大圣，咱来看分段。第一段是第9章全部，对第1节到13节。大卫甲伊的好朋友约拿单的囝米非波设。当大卫王位坐稳的时，伊就走找探听扫罗王的家是毋是还有人留地，因为伊捌甲扫罗的后生约拿单结生死盟，有立誓要好款待约拿单的子孙。另外，大卫也捌答应扫罗王，袂剪除伊厝里的人。大卫后来伊有先找到扫罗家一个家臣，叫做西巴。西巴并无透露扫罗家还剩偌济人，伊只有讲约拿单还有一个
囝叫做米非波设，两支骹拢摆骹住伫罗底巴米利的囝马吉因兜。马吉恩待约拿单的囝，所以后来马吉嘛诚做大卫上好的朋友中间的一个。伫大卫互伊的囝押沙龙陪伴追杀扫罗去马哈念的期间，马吉甲其他大卫重要的朋友嘛做伙合资提供食物甲物资帮助大卫暂时度过难关。若是扫家的家臣洗巴，伊是一个食碗内洗碗外的双面虎，咱伫等下会阁讲到。扫罗甲约拿单伫征战死的时，米非波设才5岁的囡仔。伊的年母赶要甲伊抱走，无拍算，米非波设煞摔断双骹，后来无阁好起来，双骹就拢歹骹。洗巴并无接米非波设去甲照顾，颠倒是马吉得甲照顾，伫因兜住非常久的时间，甚至大卫找到米非波设的时，米非波设嘛已经大人，已经娶某生囝，伊的囝还细汉，叫做米迦。伫迄段当时，洗巴真有可能伊接管也是霸占扫罗的残余财产。洗巴伊有15个囝，20个仆人，所以伊也变甲真好惹。洗巴伫押沙龙陪伴大卫离开耶路撒冷的时，有出来甲大卫送别，只是骗讲伊的主人米非波设还咧笑想要取代大卫做王，用安尼来理解大卫甲米非波设之间的关系。到大卫班师回朝查问缘由了后，大卫出于人情甲温情，就不得不甲扫罗的残余，互洗巴甲米非波设来对半分，可见洗巴是一个诚精明的双面刀鬼，伊也真够替家己拍算利益。大卫因为约拿单的缘故，好款待伫米非波设，将扫罗的残余甲伊取回，搁还互米非波设，嘛指派洗巴甲伊的家，就是伊的囝甲奴仆，也爱做伙来服侍米非波设，任伊做主人。大卫搁互米非波设住伫耶路撒冷，通就近，甲伊时常做伙住，做伙食，互伊有迄个贵宾的尊严。第二段是第10章，全部对第10到19节，是大卫甲亚捫王拿轄的囝哈伦的故事。亚捫人的王拿辖在生的时，甲以色列王大卫双方交陪友好，因毋捌发生冲突甲交战。这对两个国家各自和平发展、外交往来，应该是真好的国际关系。毋过，即种友好的关系，煞互看头看目的拿辖的囝哈伦好孝大家带屎带尿，演变成做国际战争甲灾难。原本大卫听讲拿王过身，伊想讲伊要好款待伫哈伦来维持友好的关系，所以就派一团的使者，包括大臣去亚捫要吊丧拿辖王。无拍算，哈伦听信因国内的
才会领受政论分析判断，掠做代笔所派的使节团，明的是要吊丧，暗的是要侦探阿文的虚实，通做日后攻城的准备。所以合论就先下手为强，甲代笔派来的使者掠起来，甲因侮辱，搁甲因赶出去。毋但安尼，阿文人也惊讲代笔会受去报复，所以就先去要受叙利亚，就是阿兰人的联军，要甲代笔车拼输赢。代笔听到了后，就派元帅约押带领大军出战。约押甲伊的小弟阿比斯，因两个兄弟就采取一个各自抗敌、互相支援的策略，就是约押甲伊的士兵对战叙利亚人，阿比斯甲伊的士兵对付阿文人。若倒一边的敌人较强，另外一边的兄弟就过去支援来斗相共抗敌。结果因两个兄弟拢各自诚神勇，拍败各自的对敌。毋过叙利亚人输了毋甘愿，搁再闹较济个人来要拼输赢。结果代笔亲自出征，即回大败叙利亚人，也击杀哈代底舍王的大将军索巴，互叙利亚人搁再一遍臣服归降伫代笔。撒母耳下卷第9章到第10章，对咱有啥物种的教示？头一个咧讲到着讲，咱爱珍惜朋友，真诚互相对待。约拿单是代笔一生上介好的朋友，两个人是生死至交。约拿单疼代笔，亲像咧疼家己的性命。伊捌甲代笔立约，讲我若要活地，你一定着照上主的慈爱对待我。总是我若死，搁上主召灭你的对敌的时，你着永远照上主的慈爱对待我的家族。真可惜，约拿单甲扫罗王伫最后甲非利士人作战的中间战死。约拿单的囝也流落，毋知行踪伫倒位。代笔做王稳定落来，伊也信守承诺，积极走找扫罗家的亲人，也探听到约拿单还有一个囝的下落，甲伊接到王城王宫的所在，用实际行动好款待即个好友的囝，米非波设，包括第一，替伊讨回伊阿公扫罗的田园产业。送互伊。第二，指派扫罗的家臣西巴全家继续替米非波设来服务，管理田园甲供给伫伊生活的需要。第三，代笔也互米非波设会当时常自由出入伫王宫，甲代笔做伙食饭，做王的贵宾。代笔非常珍惜伊的好朋友，甚至疼花惜盆，照顾约拿单的后代。圣经讲米非波设，伊有一个细汉囝叫做米迦。咱若圣经继续看伫历代志下卷第8章30节，会读到扫罗的后代的中间，米迦甲伊的后代已经是家姓繁荣，可见这有一部分嘛是出自代笔王的仁慈甲功劳。伫咱的身躯边，坐少少也拢会有一寡朋友，
对待朋友，尤其是好朋友，搁较着爱互相相疼，彼此珍惜、真诚相对待。大笔重情重义，伊是一个真正诶朋友。伊甲约拿单诶友情友谊，诚做千古佳话。伊好款待伫约拿单诶后生米非波设，也是出自真正诶情义。箴言27章第10节讲，你诶朋友甲老爸诶朋友拢毋通放杀。意思就讲，好朋友是资产，并毋是负债。大笔并无因为伊好朋友死了后就放杀朋友诶家庭。若是哪王诶囝哈伦，却甲伊老爸诶朋友变成做是上大诶对敌，这实在是真正看头看目，戇甲有寸，也诚了然。第二，信任损友，误国误民。特别出自好意，派使者去到伫阿文国要慰问老国王纳哈会死。要拍算新王哈伦听信国内一寡所谓诶政论专家才领袖诶议论，因强烈怀疑大笔派来是侦探，所以若无好礼来接待遮个国宾大使，颠倒大大无礼，甲因创治、侮辱，搁驱逐出境。当然，这并毋是大笔甲哈伦两个人诶私事，这演变成做两国元首甲国际之间诶冲突风波。到落尾，虽然阿文人请求叙利亚人出兵援助，还是输甲惨。这真正是无代志摕石头在顶家己的骹盘，托袂疼。大笔的孙罗伯安也信任伊遐个少年朋友的话，对人民讲出残暴胸怀的话，结果就因为安尼，致使国家分裂，成做南北国。这个道理也差不多。伫咱的世间，总是有形形色色的谣言制造者，自过去、现在到未来也断袂了。比如讲，咱台湾伫这2、3年中间拄着武汉肺炎大流行，咱的台湾国家政府鼓励赞助开发高端疫苗。结果不断受攻击批评，讲这是咧图利特定的厂商，嘛是摕咱人民的性命甲健康咧做两车实验，跋筊拍是咧滚耍笑。结果伫顶礼拜，咱有听到一个国际的新闻，就是台湾的高端正做国际甲WHO 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真好的那良药。真假在咱国的政府也有挡下遮个不实的谣言甲压力，嘛有做出正确施政甲措施，嘛互咱会当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度过武汉肺炎的风暴。其实大亲像国家，小亲像咱，一般人拢需要有够额的知识甲智慧来判断是非曲直，较袂亲像哈伦误信损友，结果造成国际冲突，误国误民。第三，者嘛讲到着爱珍惜手足亲情。约翰原底因有3兄弟，
就是约押阿比斯甲撒赫，因是大笔的姊妹塞罗亚的囝，嘛是大笔的勇士。可惜细汉小弟撒赫虽然真后走，毋过伫咧对日册假元帅暗尼尼的时受拄死。因兄弟为着要报私仇，甲准备投降的即个暗尼尼暗杀身亡。总是咱嘛看到约尼甲阿比斯因两个兄弟仔感情诚好。伫今仔日所读的圣经的中间讲，因伫战场各自出战无共款的敌人，毋过因也互相支援，共同打败棘手的敌人，取得战胜。像咱台湾话咧讲，拍虎掠贼，也着亲兄弟。当然，先莫讲约押伊的功过，咱来看因兄弟安怎手足情深，互相照顾，咱也一定会受因感动。箴言17章17节讲，朋友不时照顾，兄弟出事是要分担苦难。要做朋友，就是爱互相照顾。若是亲兄弟姊妹，伫这世间较要紧是会当分担苦难。世间除了翁某、爸母、子女上界亲以外，搁再来就是兄弟姊妹手足上界亲。总是家庭亲情，因为是上界亲密的关系，有时也是上歹上恶经营的人际关系。毋过，咱若看约押甲阿比斯因兄弟之间，差不多形影不离，好甲袂讲一，这实在是值得学乐的代志。兼且伫咧经营兄弟姊妹之间的手足之情，建立好的关系，对有的家庭、有的人是困难的，也是真困难。毋过，亲像以前咱伫圣经有读过雅各甲以扫的故事，约瑟甲伊的兄弟伫最后也是和解圆满，无留遗憾。愿咱也透过伫今仔日圣经的教示，好好思考，咱甲咱的朋友，咱甲咱的兄弟姊妹手足，是毋是会当亲像箴言17章17节所咧讲的，朋友不时照顾，兄弟出事是为着要分担苦难，来做人生活，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捌的上帝，伫今仔日是即个海葵风台要侵犯台湾的中间，毋过你嘛互阮伫风台前通强守主日，会当伫遮敬拜服侍。主，阮嘛为着这海葵风台囥伫祈祷内底，愿主你也帮咱看顾，互这风台扫对台湾过，也无造成阮大诶伤害，嘛有阮会当警觉伫遮个大自然诶灾害中间，看见家己诶渺小，甲会晓做遮个防范。阮嘛透过伫今仔日诶圣经，阮看到两段大笔甲伊朋友诶故事，互阮也学习。好诶朋友，阮爱特别会珍惜，也着爱彼此好诶照顾甲往来，也互阮无误信遮个无好诶朋友诶建言，比较做出一寡愚妄诶代志。求主你也互阮学习，亲像约押因兄弟迄款佮为着即个兄弟诶情分来珍惜即个情分，
彼此相疼，会当互家庭家族更较圆满。伫咧面前，阮献上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上帝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于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